唉，一年容二年28，又係時候校返隻錶，準備測試佢呢個2月28能唔能夠跳到3月31啦。今日呢應該係2月27啊嘛。唉，有排撳啊！首先要撳到佢下低個盤，跳咗個2咯喎，February 喎，因為2月27星期5啊，要撳多27下啦，慢慢逐下撳。真係正牌 take your time。右手邊個盤15號、16、7、18、19、20。哇！咁 Q 多倒影嘅，可能日落西山啊！25、26、27，27，睇先 ，February 27號，星期5，2026年，倒影月相，good。